由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啥东讲你呀？你实是霸道无讲道理呢！一得人必安尼，也无按照讲什么歹话啦，怎啊咧甲人陷落去？哦，迄是讲必安尼啦。迄若爸祖讲我做必安尼哦，我决定哦，甲伊切断家己的关系。阿爹，啊你甲谢阿伯吼，拢是共正头的啦，拢是受过爱面子啦。伊若无吼，你哪会对少年早到即阵啊？今仔日若换做是我，你嘛会甲我拍，对毋对？我若是当谢阿伯面前吼，对你大细声，你嘛会感觉无面子啊，是毋是？所以今仔日吼，必安尼会互谢阿伯献车水马，拢是因为你有伫咧现场的关系啊。安尼有理啦吼。必安，你要对？我心情足歹，我要来世界行行咧。我陪你哈。阿爹。恁讲，你出去我去陪你。多谢阿爹。必安，稍等咧，稍等咧啦。必安呢，以后你下世前的做囝足唔得的哦。必安，是毋是要去开机动找别姑娘咧？当初咱并唔知影讲周干阿师吼，竟然是秘密亲戚。咱今仔搁去开机动吼。我今日咱两误会讲，想要去共过攀，你就无共款啊啦。你甲朱姑娘，两个都已经。我嘛是共款啊。朱姑娘敢若真气嫌我呢，每一摆若看到我吼，总是无好面色啦。我嘛有资格在进队呢。当初只不过是双方的长辈伫咧讲生笑呢，咱袂用当作是正式的啦。你给我快身上，叫跑！穿较好了，什么专业叫不来啊？怕啦！你可恶！不但安尼举倒小台，安尼连官车你就一直要徛起，你话恶大包天了。讲，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天佑啊，本天佑就是我啦。外号叫做飞龙啊。你若唔捌我，唔捌看过的人，嘛捌听过我的名就对啦。叫什么日子啊？你什么大人物，报来听看。我什么款的人物？恁这毋着新来的菜鸟啊，就对啦。当去问恁捕头大小探听者，看我是什么人，我甲你讲，得死我恁一世是无通落好过哦。干嘛呢？好啦，我再试看卖啦。介好，我绝对要甲你试一下看卖。行。呀！靠背啊，飞龙啊，目睭无上暗，你黑白乱来，因两个是我的谱的，你敢安尼抢赌？讲啦，这是误会嘛，无熟悉啊。你嘛小介绍一下，以后大家才袂误会。介绍啥？公事公办啦，较莫博感情。你是啥物人？你甲伊啥物关系？无做咱这道的吼，三教九流，加减嘛爱拢实在交陪一个啊。伊吼做人袂歹呢。做人袂歹。哦。举土烧台哦，搁抬棺车，你搁讲伊做人袂歹。好诶，我是讲吼，伊人真好斗阵啦，但是讲真正啦，有够义气的啦。但是若是较爱冤家相拍尔啦。干那爱相拍尔。我看分明就是地配，一切公事公办，马上甲我查明，伊今
今仔日踮河边甲人相拍遐个人。什么公事公办，办什么？啊？人讲人情老一线，以后是较好看。咁这是都要变面再用去啦。你在讲啥？你强悍？你错等靠背啊，等啦！你乱来你是咧创啥你？这代志哦，交我就好啦。啊，你莫生气啦，小等下我一定好好教示啦。好，恁一个比一个较配。照我的交代，袂用顺输你。袂啦，พ่我袂安尼啦，你放心啦，放心啦，我吼袂安尼做啦。休困啦，放心啦啊！你一口推呢？啥物领你去掠因两个哦？因两个毋是跳哈大汉的啦，你知影无？贾成商、卢虎嘛、周大林因着假你啊，看甲你这个孙啊！那安尼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我看吼，你去请恁头家哦，啊，你报罪甲我讲啦。阮头家哦。来，我拜托你。你要创啥？你要买手啊？毋是啦，朋友带哪会甲你买手？我是讲拜托你，来啦！啊，你拜托你爱顺咯，摕阮老爸去。摕你老爸哦？交猫病你？什么？人叫人报出去啊？是啊，是方圆钱庄吴老板亲自向大人办理交保的啊。是大人允准的吼。对啊，一来啦，这案件啦，无算啥物严重啦。啊，二来咧，吴老板啦，常常捐献钱财啦，建设地方啦，啊，帮助咧山下人啦。大人吼，毋得答应吴老板将咧肥粮啊交保啊。这歹人哦，实在是爱加甲折磨一寡，不应该安尼这尔啊容易就交保，互伊去逍遥法外。嘿，迄哪能算讲逍遥法外啦？可能有重要代志哦，咱随时用来调转来啊。讲是安尼讲啦，总讲一句，伊叫互报出去，我足唔愿的啦。其实吼，肥良啊，毋是啥物大歹人呢，伊是甲迄款优秀好汉啦，平常好斗尔啦。记住，伊一个孝子呢。孝子，嘿啊，伊身躯较有钱哦，那么摕倒互因老爸啊，足有效的哦。放荡天强，冤家相拍，倒一天若是互冤仇人刣死伫咧巷仔内，爸母伤心痛苦，安尼毋是大不孝？这毋是真孝子，不应该。人有十年旺是神鬼不敢放，哈！吉人自有天相，安怎饭天佑上无嘛活到100年岁，哈哈哈哈！胡搞，操赢啊！会了，今仔日你来高照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温暖，听你做一摆来算算的。温暖，你想要安怎？想要安怎？要你死！哎哇！快进来，快点躲，躲马鬼，哎，放了来！好，唔得，对。看见这种三脚鸟的脚笑，搁等于练10多年再来跟我扯平。呸！他用这个胡椒脸保守对。好了，都起来了。抓！进抓！进步！进步！快点！进！抓！我叫啦，你来听你爸讲好不好？我无叫的啊！等你，小等下，你
你撞来撞去，你在撞什么意思啊？有命案发生啦，我即摆要来去现场查看卖啦。哎呦，都死人都死人啊！有啥物好看？较看嘛是共款啊。迄等下再来你先听恁爸讲者啦。我已经甲恁母啊参详好啊，你即摆甲我斗阵倒转来去吼，了后才甲恁母啊去街仔里去买一寡金手指、金破链，搁去做一寡大饼。伊爱听哦，阴暗的时阵哦，才带毋人婆去开规档，也去代替你吼，甲咱迄个做朱姑娘啊定亲啦。哎呀！阿爹，我即摆已经无时间啊啦，我要去调查命案，你还佫讲遐济话，送爹的事事，连讲才佫讲啦。无咯，你是讲对啊，讲唔对，什么对哦，连讲才讲，你即摆就爱解决这个物件，连讲连。安尼，阿爹，阿爹转去哦，等我家己有检讨呢。我今仔日吼有较超过啦。但唔好去吼，唔好互你心肝底呢，哈。阿爹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拢是必安那先唔对，不应该对阿爹迄种态度。好，莫好讲了，莫好讲了。哎呦，你若搁讲落吼，我愈歹势啦。来，阿爹吼，表示讲安尼对你较超过哦，亲身落去创一个新啊，阮写了吼，小心检体吼，我搁检补啦。报一。阿爹，我。哎呀，我莫搁讲啦，哎，一切尽在言中。无去啊，啊，富贵啊是带伫撞你撞啥货啦？伊这撞安怎？煞唔知影，就拄啊发生一个命案，阮吼罗随爱来去现场调查看卖。阿爹，我可能无时间好食这，你老咧。啊啦！发生命案咯！哎，死者啥人？哎，地点伫倒？就一个叫做彭天佑的少年家啦，就死伫个东门的巷仔内底。你哦，囝，阿爹甲你斗阵来，凭阿囝的脑筋啦！啊，我看一看便知道，来斗破来，囝。来，行。田花啊，最近恁大爷是咧创啥的？是毋是搁互掠去关啊？啊无哪叫车啊送钱来厝的？帮阿伯，哦，车啊，车啊，有啥物代志哦？天佑阿姨，天佑安那少？哎，这囡仔实正哈，是毋是有搁惹代志，互你麻烦啦？哈？是啊，天佑阿姨，天佑安那少？啊？叫人抬死啊啦！啊？帮阿伯，一日早晚都疗伤的家的代志，早晚。加油啊！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。我有一个建议啦，是讲哦，迄凶手啊会去查到迄大巷仔里，要对付彭天佑啊，伊一定知影讲啊，迄彭天佑互恁官府掠去哦。有理哦。所以凶手预先就埋伏在迄条巷仔内，等彭天佑一旦离开衙门，必须要经过迄条巷仔，搁在路面刺杀彭天佑。安尼无毋对，无毋对。咱若安尼吼，今仔日
甲饭田又因迄件人相拍，迄两个嫌疑就上大咯。对，我之前嘛是安尼判断。哼，够面皮，人若讲一个影，就是一个影。哎，之前我是话讲啊袂完，互你抢伊讲呢，无你即马咧呛啥哈？要无你是不让我讲啦。好啊啦，阿爹，恁要搁冤啊？吼，做恁去冤啦！啊，我甲必安啊，必须要查明这个案件，袂当搁再陪你。别来行行。啊，系啊，这嘛。啊！我死啊！我变做我死啊！啥物代志啊？安娜，亦都安尼啦，知影我要出门的时阵哦，阮母舅的伊哪尔都咧甲交代，叫我带伊倒转去，就是要去甲朱姑娘哦，也安尼是公亲的代志啦。我甲你母啊这个时数，我一下转去到袂我惨啊，我一定会死啊足歹看啊！救我！哎呦，现死现到。查甫人男子汉大中有这么惊无？哎呦，查甫人面体被互你吓了了哦！阿爹啊，你唔通安尼讲，迄万一吼，若后安娘知影讲，你伫后壁面这尔笑着，你会死甲足歹看。你是臭大啦！哪恁哪尔，我根本无你甲信任，我无你惊伊啦！安娘，你当时来？这套唔爱啦，这套我少年时啊定来演啦。你要甲我吓惊哦？我讲互恁听，唔是即个是你臭大啦。恁哪了我是爱尊重罔尊重，我若唔尊重伊咧，哼，过来，好个打你，我都跳落去，挤落去，站落去，嘿，啊啦，我恁这什么表情？你唔信？有需要我一工证明互你看。我若叫伊跪落诶，也若无咧，安怎？安怎？若无你咪就甲拍到我气到面镜我出镜啦！真实的啊！当然嘛，真实的。安我是讲你叫我跪落，我唔起来啦。讲起，哈，亲爱的啥东工啊？咱转来去，好好甲你订补咧，惊！我不爱吃饱啦。别啊，阿娘。打顶啊吼，咱都会发生命案，你甲无救啊，将来去验尸。惊！哎呦，我感觉你想飞了，做啥物大事？哎呦，这声哦，转去哦，若无死就半条命哦。哎呦，像这种啊，我哪会敢去找某啦？斌啊，赶紧转去叫恁阿爹啦！也若无吼，恁阿娘有可能会操手将恁阿爹给打死啦！紧啊！怕死是袂啦，但我自细汉看到大汉，上加是绑一顶皮。少经理，哎，好，该过来，盯上呢。讲，威龙是不是恁摊的？讲，看啥紧讲啊？两位报头，你哪样安尼是？你无听讲，人掠杀在身，掠奸在身，你若无证无据，你哪样冤枉好人啊？恁以为阮唔知恁这两个配搭的想啥？今日你甲飞龙伫个溪边野岛相待，也个假讲你是好人。我袂用你安尼讲诶，当时是吼，因三个人掠倒对杀阮啦，我只是干那正当的自卫尔啦。哦，既然如此，恁迄当阵是安那看到阮，恁就甲人安尼咧闹拍，无恁是走安那？就是惊恁吼唔对我咧解释啦，后壁再用讲啊。是啊，阮是考主啦，到时甲变形事主，亲像即马安尼啦。你也无证无据啊，讲阮是台式飞龙凶手，安尼毋是扩大伤者。大成交，哎呦！哎呀，你实在死了就凄惨了，谁就可怜了。你若有灵有啥？啊，无证无据是要安那来？你都要有办法。是啊。本姑娘。坏呀，大呀。恁阿兄的尸体，恁毋是领转去啊？哪会无踮厝入摆？
才走来伫遮咧收这纸钱。是啊，啊，都阮阿兄伫遮过身去，所以我代替伊上买路钱，要阴间遐几册大爷出去一路上，唔通为难你啦。哦，哎呀，其实啊，阴间的车也并不是咱所受遐尔爱情。只要咱人伫咧世间多多行善，唔通做恶，便是阴曹地府也会款待咱如同贵宾，哪都需要什么买路钱啦？无唔对啦，啊，毋过吼，若是恶人就无共款啦。就算讲吼，你烧一堆干那刷的纸钱吼，嘛是无路用。阴死苦行，共款是步步难行。啊，那安尼，阮阿兄，阮阿兄咧阴间的生活，唔就遮歹过啊！哎呀！饭姑娘，莫搁哭，莫哭甲伤心甲安尼。经过阮的调查，恁大兄伫咧世间的时阵，也算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。啊，伊安尼时常来白食白啉，啊，搁去欺压善良，甚至安尼逼良，唉，伊迄种恶行吼，有影人看到就气啊。饭姑娘啊，这拢是恁大兄自作自受啦，你也无需要为太过伤心啦。啊，他天都遐尔暗啊，阮送你转去啦。是啦，啊，等恁兜搁住甲遐尔偏僻，啊，较早转来行，阮送你，吼。多谢两位大爷，多谢你。行。哎呀！忏悔，忏悔。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忏悔，请你原谅阿兄，阿兄对不住你甲阿爹，请你原谅我。天意，你安尼自细汉，我就甲你读三年读书，甲你读到遮大，你安尼做你去，刚讲你安尼让你报答我是？天理阿爹，家里不能，家里对不住，阿爹。阿爹，哎呀，你实在死去足凄惨的，你实在足可怜的。哎呀！饭姑娘啊，好啊，莫哭，莫搁伤心啊，吼。哎呀！好啦，你
靠咧甲地方，我拢一直心肝拍死甲。起来，莫伤心，咱来转，好行。莫阁伤心啦！天佑啊，你在倒？奇怪，我会记我低头了无修理好势，即摆哪会好好？算交修理呢？天佑啊！参瑞，饭阿伯，迄天佑的丧事办了安怎？若有啥物困难吼，管听我甲你斗相共。多谢恁的好意，我打算迄只有力甲袂掉来办这个丧事，我相信大概无问题啊。对啊，恁的将牛袂掉，以后咱的生活，搁要田的工课要安怎？讲起来，大家咱常来工过，加做寡，恁那遐丧事无办法来影响。阿伯，我敢若早一点仔钱，请你收起来，代表阮对天佑一点仔心意。收起来。我袂甲你收。是啦，阿伯啊，这吼，这你袂用，无论做我袂用收你这个钱。天佑我在世的时阵，都互你遐麻烦，我即摆要哪会我甲你收你这个钱？我袂用甲你，我袂用甲你。啥呀？啊？实在是真难得，都为好寒切。阿兄，你在天之灵，要是有灵声者，你一定都会保庇因两位波头，好路相随，吃饱的。有这么好的老爸甲小妹，天公实在无公平啊！生甲这款大不孝的歹意囝，我愈想是愈气，愈想是愈啊！好啊啦，莫阁急啊！目前的民间风气就安尼，好逸恶劳，重利轻发，往往会影响一寡少年人的想法，一念之差就行入歹路啊！你讲规部讲甲这下侪什么，好，路法是啥？你比我较钝呢，你不知一元锤，你加一锤，叫歹。你哪安尼讲？好逸恶劳，重利轻发，迄就是讲骨力食变大做，重视你的亡国法，安尼知无？你是好知影，好唔知影？好啦，我莫讲这，母叫无咱即马赶紧来转来去甲咱阿爸甲娘撒一挂，来去帮助迄饭老爸，将迄天佑啊丧事问题甲解决，你想安怎？我才有这个意思啊！好，安尼咱行。这拢是你害的啦！
无代无志，就搭什么死人门帘，你就过来写什么衰阮隔壁去，啊！害你爸弟衰到这个时阵，互咱活规个即摆。你讲啥话？拢话你啦！我打来打去了是安怎？无代无志，佮打落转来，什么衰去隔壁，害我衰到去互罚跪，甚至头早去互夹皮哦。到底咧讲什么？啊，莫讲你身体健过向我挑战，我要来甲你写。讲，无讲我无去。你无代无志踮我隔壁开什么环境？哈，我今仔毋才衰到安尼。哎呦呀，你这是阿东讲的呀，你真是呀，强词夺理。亏啊！我来出师有名哦。啊，出师有名。啊，就是好啊，样安尼你就唔通怪我，怪我会出对阴兵呀！话我嘛要出水阴兵啊！安尼，咱等咧搬歌戏，后面汤这算盘，惊是咧安怎？我看吼，一定是两个大波佬强发挥啦。歹势吼，是因为你教册不严的关系，所以讲今日我替你甲教示好啊。无上啦，恁某我嘛甲上一课大课。哦，多谢你咯。对啦。安尼啊，何必就安尼呢？大家拢是手机底，你若坚持去过下辈吼，反倒转来是卖过咱下边，安尼代志毋是愈闹愈大？对啦对啦。你讲啥物啊？今仔日吼，我饲你这么大，你若是无将迄个家娘拍伤迄个写死写净的哦，该掠去送官严办，我就决定要离家出走，绝对无要搁倒转来。我已经决定啊啦。莫安尼啦，安尼啊。这你莫安尼，哦安尼，你最无头呢哈！啊你若无将迄个烦恼西河，甲你母啊拍甲死刑的，甲掠起来严办哦，我绝对要离家出走，永远拢不爱入来你社家啦。好啦，安尼啊，我会想办法啦。阿伯，歹势，我必须要以伤害的罪名，甲你掠来家门查办。请谢阿伯原谅，我必须要以伤害的罪名，将你带回家门查办。请。行。无啦，报救啊！是安尼啊，报救啊！是安尼，哎呦，变安尼啊！报救诶！你无事。我输。你当作我遐软是毋是？哼，无简单。我一定经过这摆这款的处理哦，等到世人相逢的阿爹，先化解遮多年的恩怨，
从此咱两家和合也无一定哦。嗯，我但愿如此啊咧。行啦，好啦，紧来啦，紧啦！紧的，哎呦，紧的啦！宝啊宝啊，这两个吼，真正是老弟辈呢，你无转吼是袂出油呢。就当啦，你若风管，爱问，你问到明年你嘛问袂出。假使吼，我这做有出，甲真好贵，来问吼，一定有结果的。都对，好，这两个哦，简单啦，我甲叫伊简单一下围炉吼，什么相话都讲出来。啊，恁是毋是要对因同行？啊，若安尼，我无赞成哦。嗯，迄万一屈打成招吼，造成冤家。啊，反倒转来，互迄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吼，安尼就大大的不智啦。袂啦，阮两个也是迄落拍歹啊啦。对好这两个哦，无一定讲爱用同行的啦。恁放心，阮自有办法。对了，足简单啦，敢若甲围一个炉吼，就怪甲神阿娘啊哩。去楼，拜托，谢谢检查他讲啦，真少啦，这操！哎呀，奇怪呢，站呢，这两个安尼坏爸爸，去当着有村的甲富贵啊，来说怪怪点点。就是啊，人伫咧讲，恶马恶人骑，胭脂马拄着关老爷。朋友啊，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。小囡仔，你是毋是为了阮小妹啊？阮是洪源先生吴老板派来的，这是恁大兄向阮头家借钱的借条，你看卖啊。 700年，嗯，我阿爷是安怎？哪会甲吴老板借遐尼多钱呢？哎，恁大兄爱博，四界来去博，啊若博输掉，就甲阮头家借钱啊。应该是不止这的啦。但是阮吴老板带念恁大兄过去也是咧对，所以叫阮只要来讨回这700两就会用的啊。毋过阮是做田的产车人，免拿遐尼多钱人啊害你。哎呦，无钱，你也煞不晓卖田、卖厝、卖牛，也是。恁的意思是要甲我？唔对，啊你一前讲，若讨小讨无，就阮走去，小妹大姊也去卖。也毋过我咧看你这办的吼，也袂无啥物好计较啦。若是讲吼，连恁兜的田啊、甲地啦、甲牛啦，到底卖恐惊阁是无够咧。行，转来找恁老爸吼，讲看卖咧，行，来行，啊！你个车啊，你车牛步，这700两银，毋是小数目咧。我要来甲你收遮尔济钱咧，请你收对，当作是阮借你，等你以后若有钱，再搁互阮按就好。这要哪有可能啦？我一世人所赚的钱，敢若会当大三顿尔？我著甲伫当时才有钱通来下恁啊！阿伯，你莫阁顾执啦！人甲人中间吼，本来就是艰苦相助啦。你吼好好将这个钱，将天佑的丧事料理好，千万吼唔通袂糊。若无吼，后摆日子就搁较艰苦过啊啦。是啦，不一定阮两个将来也有困难的时阵啊，需要后壁你反倒回来帮助阮啊。就恁两个遮尔好的人，一定是无苦无灾，福禄必连啦。多谢阿伯你的金口，但愿将来一切吼，像阿伯所讲的，无阮先过世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
谢王公，多谢两位王公。但愿你今世为人，再世为师，好人救苦，千年万年。可惜。到底是哪里？你这个是哪里啊？喂，你说，你来这啊，下这，这坏钱啊！啊，闪啦！哦，我袂少，我几百两伫咧。啥客人啊？是啊，你看清楚，这是恁囝的借条，总共是700两伫咧。啊，若这100两哦，我先收起来。后手还有600两，你若唔摕来还，我就将你查囝卖掉。什么？老高，你敢会记？3天来时间互你传，若传600两，阮三个方圆钱庄，千万敢会记的。3天来，生活就袂咱减。两个姑娘请。两个姑娘好。别姑娘。恁好。恁两位今日是啥物代志光临此地？唔是阮家己要来的啦，是这个借有村的吼去开机拢找阮来的啦。现实。是啦，是我请两位姑娘来啦。我是讲要请两位姑娘吼来帮忙咱报告，看到破非良的命案无啊？多谢两位姑娘。唔免客气啦。吼，有代志才来相找啦吼。啊，若无代志吼，早就袂记阮是啥物人啊。请两位姑娘原谅啦。啊，这2天吼，拄好发生迄饭田油的命案，啊，唔只吼。好，免搁解释。简单讲一句吼，就是现实啦。我甲恁讲吼，阮以后吼袂搁做戆工啊啦。若要叫阮斗相共破案吼，会用的。我甲伊如2个人，一人1工5两银。好啦，是我请恁来咧，我负责吼，逐工用2万补头，领工钱条哩，安唔着好啊？咱1个月嘛才5两银尔。是讲，你讲台西丰田油迄个业医院爱即摆人呢？对了啊，甲两位捕头老爸关做伙啊。免怨叹，免忧愁，荣华富贵唔免求，是好是歹在人受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。